10月4日，乌鲁木齐市中共病毒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公告称，乌鲁木齐市各县区人员暂时不能离开乌鲁木齐，暂停了客运列车和省际包车业务。此外，压缩了外飞航班，航班的客座率也控制在了75%以内。所有乘机旅客必须佩戴 N95 口罩，需要出具证明。48小时内2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所谓政务绿码等。中央社的报道说，各项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中共20大召开营造良好的环境。根据港媒4日报道，中国部分省市3日发布公告，为充分发挥发热门诊、基层医疗机构、酒店、药店、饭店、超市、出租车等哨点监测预警作用，把握疫情防控主动权，决定全县实施奖励惩罚机制，发现发热阳性人员，最多可奖励5万元人民币。不过，上述公告内容引发了网友不少争议，表示不理解。经历了20多年的谈判之后，一条从中国通往欧洲、途经吉尔吉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计划开始了启动。一些中亚国家的居民仍然对该项目持有怀疑态度，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条铁路将成为该地区的经济福音。这项协议是在上个月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达成的。该协议巩固了一项可行性研究，要求所有相关国家的交通运输部门在明年中期之前完成该项目的评估，然后开始建设。这条耗资约45亿美元的新线路将取代中国目前依赖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过境到欧洲大陆的线路。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引发了西方对莫斯科的制裁，这条线路在政治上成了问题。法国国家图书馆经历了12年的修复后，重新向大众开放。馆内的皇家珍藏、建筑瑰宝椭圆厅便以崭新的面貌吸引了大众。法国国家图书馆与其他图书馆不同，不仅会看到书籍和原始手稿，还会发现非常罕见的珍藏品。现在这里有最丰富的漫画收藏可以自由查阅。因为希望能够吸引家长和孩子，让法国国家图书馆也能成为一个休闲的地方图书馆，不仅仅向专家、研究人员或教师开放，同时也向所有观众开放。